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嘅係坐落大埔寶鄉街黃金地段，毗鄰屈臣氏同星展銀行，位置醒目，日日人流穿梭，周邊屋苑、學校、商場密布，消費力強勁，係零售同餐飲嘅兵家必爭之地。鋪位可設置約30套4人餐台組合，空間運用高效，既能提升翻台率，亦能滿足高峰時段所需，特別適合主打堂食體驗嘅餐廳模式。物業面積達6000尺，高樓底，間隔4正，實用率極高。無論你想做中式酒樓、火鍋店、茶餐廳、私房菜，甚至西日韓料理，都一樣得心應手，屬同區罕有高性價比之選。投資創業兩相宜，最大亮點佢可以容納超過100位客人，仲有獨立洗手間、後巷通道、排煙水電，配套齊全，明火都冇問題。鋪位左側規劃為開放式點餐區，緊接其後可設置一座型格吧台，除可作為後餐交流空間，亦都能夠提升整體餐飲氛圍。吧台後方則可配置高效出餐位與設備齊全嘅廚房區域，動線流暢便捷，方便前線同後廚緊密配合，提升營運效率。鋪內左右兩側均設有獨立洗手間，並各自配有專屬樓梯出入口，大幅提升員工同顧客使用上嘅便利同私隱度，亦都方便分流出入，優化日常營運效率。機會難逢，誠邀你立即致電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一齊探索屬於你嘅下一個黃金商機。